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15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在。目前已经有96位印尼客户工通过审核，上紧伫拜三就11人会到台湾。那准入境了后，符合规范，伫台湾也是会当做疫苗。国防部正式甲驻守伫咧机场甲东部的爱国者飞弹部队调转来北部，专家认为对空中的防卫有正面的提升。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是暂时的，物价起价到明年第一季进前会起较悬，落尾就会渐渐稳定。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的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9个带病入境，拢是突破性的感染。那讲到咱国内疫苗第2档的注射率已经超过40%了。另外，高端疫苗的国际认证目前也是有4个国家来承认。那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新增0例的本土病例，9例的境外移入跟0例的死亡确诊个案。那我们这9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是5例的男性，4例女性，所以我们第一剂的有76.24% 的涵盖率，第二剂是42.02%。跟外交部确認，目前還是維持4個國家沒有變化。紐西蘭、帛琉、印尼、貝里斯，是那個接種單位這邊有誤會，它其實就是接着這個原來打了2劑的疫苗之後，再繼續往下填，其實就可以了哦。有關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的部分，就是12號到14號有新增的170件，那其中有81件是非嚴重的不良事件。6件死亡跟83件的其他疑似嚴重不良事件。移工來台灣的禁令伫頂禮拜已經有開放啊，目前已經有96位印尼抗護工通過審核，上緊伫這禮拜3就11人會來台灣。交通部長柯明春表示，也未做過2檔疫苗移工，那准入境了後，符合指揮中心的防疫規範，伫台灣也是會當做疫苗的。今年5月中，移工全面禁止來台灣，伫弄了半年了。11月10日，總算國啟動印尼籍移工專案引進。勞動部長柯明春講，上緊伫咧17這禮拜3就11位移工入境，小可小偷看好欠工的問題。開放登陸以來，到目前為止有109位登陸。那已經取得床位的是96名，只有7位沒有完全接種，目前都是家庭看護工。96個人摕到集中檢疫所的床位，其中89個人做過2期有風險，也就是講，其他也未做過有風險的移工，也會當有來台灣工作的資格。柯明春證實，若是符合指揮中心的規範，移工也當來台灣了，結果做有風險。在台灣的移工都可以打。跟我們一般國人一樣。整體上這次引進裡面，包括要買50萬的醫療保險，是不是？對。然後印尼的零付費，基本上整個 total 是由雇主來處理。沒有。所以這個成本上面是怎麼樣？零付費還沒有談。還沒有談。我們現在是說先暫停。所以這個不實消息請勞動部發新聞稿專案去處理。OK。不能讓有一些中介中間把一些訊息兜起來之後，讓一些引進的家庭覺得說我的成本又增加。印尼官方原本是打算今年要開始實施零工費政策，移工出國的機票、護照等費用轉由雇主承擔。不過，這回專案引進的協商過程，印尼方面是也無打算要實施。不過，立委擔心有中介會提前向頭家收這條錢，提醒勞動部在咧中期移工引進的過程，就係講好清楚每一個項目由誰人負責。記者綜合報道。為着要協助武漢肺炎確診者會當量早恢復身軀甲心理健康，台北市衛生局協調聯合病院、台大病院等6間病院開特別門診，提供相關的照護服務，希望趕緊讓這個確診者會當恢復健康。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有較穩定，為了要讓確診者量早做急性後期恢復健康，台北市衛生局特別協調聯合台大、榮總、三總、馬偕、萬豐等6間病院開特別門診，提供相關的正確照護服務。目前各個國家都還在做一個很仔細的研究當中，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設立這樣一個整合門診的目的，希望能夠觀察以及照顧我們的病人，看看多久能夠幫助我們的病人盡快回到一個原本健康的狀況。對愛偌久才能恢復健康，專家也無定論。嚴格強調，希望有好的醫療照顧，會當協助感染者量早恢復健康。另外，今年的公費流感疫苗第2階段15開始做，
开放予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年人士。刚好天气又变得比较冷，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它的保护力可以达到可能30%到80%都可能。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预防被重症的保护力可以达到82%。台北市卫生局强调，符合注射资格的人会当到台北市339间合约医疗院所，或者是到台北市114个社区注射站处，增加家己的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2月18日要进行4大公投案，这个月18日也会举行第2场的公投意见说明会。目前公投案内面的公投北大选正反方拢换人来说明。另外，也有医生团体是对专业的角度来呼吁民众，讲这个公投就要投无同意。1184大公投就要举行啊！医界认为公投就要分析公投的主文，无应该该看做简单的是非题。爱对科学论证加医疗专业来表达立场。如果你很在乎大巨蛋的公安，那你怎么会对新建20年的核四视若无睹呢？你可以赞成，当然你可以反对，但是你不能自相矛盾嘛。不同意不代表我们不重视环保，不同意也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对食品安全的坚持。不同意是我们认为说，所有这些议题，它背后所支撑的这个公共论述跟公共的一个决策，实际上已经做过了一个周全的一个考量。18日要举行第2场公投意见说明会，未来公投北大选由律师洪伟成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验过反方的人选，确定要改选内政部长徐国勇，朱立伦也决定要换人。行政院有通知我就是改由我上阵。公投没有什么胜负啦，公投就是把理念同意或不同意向人民说明。徐国勇的成绩的确不是朱立伦的成绩啊，以这样来讲还是这样的。这我想我们朱主席绝对不会战也不怯战。最大在党主席当然也是要对执政党的主席啊。国民党一直在认为说什么下士对上士，现在派出内政部长，我们也不会认为内政部长叫做上士，是我们推荐出来的一个人选，他最有能力，然后呢最适当的人选去跟民众来做一个对话。那反而国民党是自己把自己人贬为是下士。公投意见说明会第18日开始进行。朱立伦确定要换5个人，第15进前会把名单交予中选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物件拢伫咧起价，早起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暂时的，而且国内物价起价压力到明年第1季进前会起较悬小寡，落尾就会渐渐稳定啊。最近物价变动加强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其中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国内各项物件拢起，主要是集中伫17项重要民生物资。不过，根据目前所接到的资讯，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未超过2%。国内物价上涨的环境，是不是有朝向停止性通膨的余力？不会的，绝对是不会。我们的物流还是非常通畅的。我们如果说扣除这个蔬菜水果，还有就是这个油价、便当等等，跟民生，那现在核心物价才1.26%。美国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6.2%，增改幅度超过30年的新高，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5%的高点，也互各界的关心美国联准会升关利息的时间点，可能会提早到明年6月。咱台湾原来是毋是会同齐调呢？对这件代志，杨金龙是讲，台湾若做要升关利息，爱看3个条件。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还不到你要升息或者利用你的货币政策，对不对？就是说，中央银行呢会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物价，还有未来的一个物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各个国家紧缩的情况。主要国家，那第3个情况呢，就是要看看我们的纾困振兴的一个状况如何。杨金龙认为，美国联准会真谨慎，因为因即马所烦恼的也是明年劳动市场的一部分。以 FED 目前的态度来看，除非物价持续一直起，安尼无6月升关利息的机会应该是一半一半。但是台湾物价的情况，虽然今年前10个月的 CPI 年增率修正到1.82%，不过预测国内物价起价压力到明年第1季进前会小可较悬一丝啊，了后就会慢慢回稳。记者综合报道。
法务部调查局有新的人事调动，今早起举行新旧局长交接典礼。新局长是由王俊立上任，伊表示未来甲重点放伫国家安全等等的案件。法务部长蔡清祥也期待王俊立会当用国安思维来带领调查局。接过疫情，新任的调查局长王俊立正式上任。严过伊讲，本来是无打算要离开检察体系，本来袂想要接局长。严过伫部长鼓励出来人的支持之下，决定要把这个挑战接来。无论是军人、检察官，乃至于调查局长，在我个人的心中的基本信念呢，就是荣誉2个字。当心中有了荣誉，就会爱惜羽毛，尽忠职守，全力以赴。接调查局长王俊立讲，已经规划4大执行方向，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外注重国安案件，防止中共渗透，也个协助民间企业防范窃取营业机密，也个强化治安，阻止网络犯罪等等。对调查局进前发生毒品调包的代志，伊强调会加强内部的机制，严守内部同仁的纪律。在面临中共侵略的一个企图险恶的环境下，我希望他能够以国安的思维的领导方式来带领调查局。法务部长蔡清祥希望王俊立会当以国安的思维来带调查局。伫咧台湾面临着中共侵略意图的时阵，积极运用科技办案，打击犯罪，有效建构安全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电影的消息，伫屏东万丹有一间补习班，老师去互指控讲，这个老师是摕藤条拍学生，甚至要求学生囡仔着爱摕棍互相拍对方。就一个家长因厝内面3个囡仔拢伫咧这间补习班补习，其中2个面甲手拢是互拍甲乌青，目前已经报警察处理啊。县政府表示，调查了后，若准是确实有发生，会要求补习班甲老师洗头路，上悬会罚业者到25万。天开双手，囡仔的手因药过乌青。另外一名孩童则是面有伤。屏东有家长3个囡仔拢伫万丹一间补习班补习。这个月7号所发现，其中2个人倒来厝的时阵，面甲手拢有伤痕。囡仔讲是补习班老师讲的。女儿说是拿藤条，然后老师打脸部，他们就说形容说什么一个木条弯弯的，像刮痧板那种。家长讲囡仔讲老师摕出亲像刮痧板的物件，讲面甲手，第一时间想要找老师，佮互囡仔阻挡，讲代志若逼空，会互拍愈惨。13号亲友甲规件代志藏去面册，指控补习班拢甲大门关起来，用藤条伫内底讲囡仔，呼吁大家着爱救囡仔。家长嘛带着囡仔去验伤体格，毋过早时前往补习班，市门铃是无人来应门，连经徛过讲补习班开2档外，大门常常叫落来。不过老师透过民意代表讲，家己才是受害者。如果经过查证认定，该补习班教职员确实有涉及违反儿少法相关的规定，致孩童身心受虐者，那本府将严以议处。他是很疼小孩，但他们少量多餐都吃很好，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去打小孩的人。反复表示会介入调查，若真正有老师不当来对待着囡仔，会当依规定要求补习班爱甲这个老师洗头路，卖当罚业者5万到25万块。不过双方面的讲法拢无共款，专案已经送予地检署来侦办，希望会当了解代志的真相。记者王刘婷、陈汉坤屏东报道。花莲警方昨暗到市区巡逻，发现一台轿车撞过红灯，要甲伊砸落来临检的时阵，这台轿车煞驶走。落尾这台轿车伫咧12路口去弄着另外一台车，造成车顶有3人受伤。为警方行车记录器，当看到一台黑色轿车伫停红绿灯的时阵，突然加速正滑逃走。伫后壁警方开始了，不过相反沿路弄红灯都是唔停。经警示意拦停，不服稽查而逃逸。并于嘉南路口闯红灯行驶，与沿嘉兴路绿灯直行之诚信驾驶人车辆于路口发生对撞，2肇车辆除车损外，驾驶人均有多处的一个擦挫伤。追捕的过程，警方烦恼会造成危险，所以一路保持安全距离。不过相反也是伫弄红灯的时阵，弄到一台小绿车，对了家己的车卡伫安全岛害了，也造成无辜车辆拢总3个人受伤。林姓驾驶人为治安顾虑人口，且无驾照。本案林姓驾驶人依现行犯逮捕，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移送法办，令闯红灯、危险驾驶、不服稽查、逃逸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好佳在受困民众救出了后，送医无性命危险。根据警方资料，嫌犯今年43岁，有毒品前科，为安怎看到警车就加速逃走，也还个追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和平的七中天水墙，则是发生一行15人的爬山撩客团体。问题是要对水墙的顶悬吊落来到下骹的时阵，却发生设备故障，领队卡伫25公尺悬的山壁。救援人员暗时7点多才将领队救落来，也因为天色已经暗暝，今早起规定人才做回落山。原本是带队撩客领队，家己煞吊伫25米悬的山壁。虽然当天色已经渐暗，救援队也是决定冒险救人。那边帮我劝导一下那个石头在那边哦。等一下，等一下啊！确定安全以后，救援队慢慢放手啊，才总算甲吊伫半空中的领队救落来。10时之间下昼，这一行15人的撩客团来到台中和平的七中溪，本来拍算要对水墙的顶悬降落来溪边下骹。不过中途敢若是大锁设备故障，煞吊伫半空中袂定袂动。七重溪地势险恶，加上有很多瀑布，经历了约6个小时，接触到民众，顺利将受困的民众救出。救援人员则是暗时7点多，大声甲吊伫山边的领队救落来。今日暗阁发生意外，其他队员是安排伫水墙边过暝，第二天才阁陆续吊挂摕离开。资深的撩客教练表示，大多数的民众拢掠准讲撩客只是好耍佚佗，基本的观念不足，意外才会定定来发生。一到夏天，大家想要泡水、想要玩水，那就不顾任何的问题所在，所以先报名再说了。他们的程度良莠不齐，所以相对的意外或是风险就增加了。教练表示，撩客运动除了爱推动场地甲人员的分级，民众也应该对撩客有基本的观念。相关的装备、处罚前的课程、今麦训练，项项拢都要照备，才通避免意外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教育处的资料库系统最近去互属金病毒攻击，骇客入侵了后，把所有的网页拢锁起来。至于云林县有185间各中小的网站拢无法度使用。教育处报警察了后，也请治安工程师来抢救资料，目前已经差不多有9成回来。点开每一间学校的网站，所有拢是使用公版的网页，因为最近云林县内的各中和各属学校网站。疑似互骇客入侵，有学校接到家长的通知，表示学校的网站无法度连线，根本看不到学校所发布的公告。很多家长都打电话，或者是到粉丝页留言，为什么学校的网页没有办法做连接？这样，经过跟县府查询的结果，是因为县网中心的资料库遭受勒索病毒的攻击，所以所有的资料库的档案都被加密了。云林县教育处表示。骇客要求解密要摕钱出来，不过教育处选择报警察，也请主管部门和委外厂商展开抢救。到目前已经有9成的资料救回来啊。那个公版网页也已经恢复了，那因为各校的网页它会依照我们公版的部分它会在自行去做出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能还要请各校自己再去做调整、做建制了。警方考证组表示，目前已经有掌握几个使用 IP， 不过也需要追查来源。若教育处是讲，学校的网页已经接续恢复，也通知网络的管理人员赶紧到官网中心补传，也是调整防偷摕资料。为了防止骇客入侵的事件再再发生，应变小组也会建置更较好的防火墙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战机最近继续出现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可能会增加对台湾的威胁。国防部也证实讲，会把驻守在机场甲东部的爱国者飞弹部队调转来到新店、南港、万里。也有专家分析讲，这也代表国内的防空飞弹数量有增加，对空中的防卫有正面的提升。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事区域，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证实讲，11月10日，中国阁派出2架运9通信对空机，甲1架运8技术侦察机来扰乱咱的西南空域。不过，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唔那安尼，为着应应可能对咱国北平来的中国战机或者是飞弹，
即马是开放伫新店、南港、万里三个所在来设爱国者飞弹，强化首都空中防卫能力。2020年对空军副司令退役的张延廷表示，原地部分进驻重要机场甲东部的爱国者飞弹部队，因为升级的爱国者飞弹甲国产的天宫飞弹数量大增加，因安尼开放来防卫北部。天宫3也好，或者天宫2升级的也好，这方面也数量也多了。数量多的话，你就把部队纳死。那部队纳死有2个情况：第一个扩编，再是毕竟国军的编制员额有限。那你不扩编，你把部队的现在的把它纳死。有学者分析讲，这3个所在除了分散和攻击的风险，也通对无同的角度来防卫北部。3个基地防卫半径、烧塔的范围也正包含首都。因为中共在浙江、在福建、在江西都有这个弹道飞弹，都可能威胁到台北嘛。不同的驻地，每个当然可以掩护一个特定的方向、特定的范围。张延廷甲克中拢强调讲，爱国者飞弹伫国外有哪早导弹的实战经验，加上咱国家己做的天宫2型甲3型的飞弹，会当分工对付敌人的战机甲飞弹，互咱空中防卫能力愈来愈坚固。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伫香港有2个建筑物财产，也因为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外界烦恼讲，这寡财产会去互中共充公。陆委会主委区泰三认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另外，香港对台湾来讲是境外也是境内，区泰三今仔日用第3题来做解说。伫香港尖沙咀的一栋旧建筑物内面，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口空绑写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是陆委会委托海华服务基金会协助办理业务，嘛是中华民国的财产。因为香港实施港八国安法，情势愈来愈紧张。中华民国伫香港的国有财产安怎处理，也受到关注。外界也烦恼，敢会有互中共没收的风险。一个假设性，甚至过度预测了哈。那确实，我们在香港目前还有2笔这个财产。那这2笔财产呢，我们已经邀集这个外交部还有国有财产局呢来做这个相关后续处理的模式哦。那因为各位大概知道，出售也是一种出租，或者说怎么样来处理是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国产的。我想我们的相关单位一定会找出一个最好的模式。相关的处分应该由陆委会来负责办理。那国产署基本上是财政部基本上是会协助。陆委会主委区泰三证实，伫香港也有2条财产。根据了解，一位是伫九龙半岛尖沙咀的旧建物，另外一位伫新界，是1992年依照陆委会决议，用港币4700万买的专员校舍。中华民国有地上建筑物和设施，目前做予香港浸会大学。这是两岸情况特殊，依照国有财产法，这2条财产应该看作是境外也是境内，也受到关注。国有财产法第14条规定，境外的财产是由外交部来管理，但是这个条文是民国58年就制定了，但是没有想到，各位都知道，在1997或98的时候呢，那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势变化呢，当时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样的一个特殊性，这样的一个特殊性，那至少我们都会把港澳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条文，适用上面，用第3地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区泰三坦白讲，两岸的情势变化是真紧，若是法律的方面无随时调整，就会出现认知的争差。这2年有不少香港青年抗争者来台湾，内政委员会15顶报以秘密会议的形式，请陆委会报告人道救援的成效，煞引起伫台湾的香港人烦恼，保密资讯可能会放野出来。区泰三强调，大家对会议的形式都有共识，会尽力确保相关人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转会主委叶虹灵曾表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的铜像，拢爱改刷走，或者是做无多复原的措施，引起众人议论。中国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就批评讲，这转会就是受混会，甚至口说讲规气甲中正路拢改做翻新维权路。叶虹灵今日表示，铜像若准保留落来是要做教育用途，希望会当做袂当复原的安排。中正纪念堂安怎转型？促转会14举办座谈会，代理主委叶虹灵表示，中正纪念堂内底的蒋介石铜像应该移除，也是做不可恢复性的处理，无者有可能因为政党轮替，也是无共主政者来恢复。这个讲法也引起讨论。国民党立委吴思怀是表示不满，批评促转会是收混会，要改就请民进党统一标准。
要就全部通通改成反省威权路、反省威权国小。如果你们有本事做这个事，我全力支持。不是对立，还原真相，还原真相啊！委员这样子贴标签没有办法讨论。吴思怀激烈的辩论认为，袂当干那复原民进党认定的历史真相，要将张忠定的贡献甲北边武艺相比拼，一直讲听当上会引起对立。暗领叶凤玲是尾回讲，所讲的不可恢复性的处置，是指若做当上要保留做教育，还是电视使用？希望教育甲电视的做法是爱有不可恢复性的。所以你现在是担心未来会有人会回复，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建议铜像要移除，但是我讲的不可回复性是针对那些展览教育的手法，应该要被常设性的放置在那里，跟铜像是两回事。若做要移除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当上，经费爱偌济？叶凤玲表示，目前促转会也无评估，那是全台湾维权上顶拆除进度。促转会是讲全台湾1500外座处理27%，未来会继续甲各部会、中央以及地方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中龙游览车今年3月伫咧苏花公路弄山壁，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委杨宏志表示。宜兰地检署要甲这站伫咧出代志游览车扣押起来，地数事部都进行调查。不过，高检署介入协调了后，已经有建立沟通的方式啊。按算伫明年1月，事实资料报告也会出来。今年3月16日，中龙游览车伫苏花公路弄山壁造成6个死亡的意外。运安会介入调查，因为检方查扣车辆。调查人员无法度进入，运安会主委杨宏志讲，甲检调单位沟通有问题。经过协调，最近已经会当进入事故车，事故的事实资料报告希望赶伫明年1月出来。腾龙游览车的事故调查报告拖延至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地检署呢，他们在所谓调查中，并没有开放让我们人员参加。那如果遇到检察官不让我们依然会进入调查，那我们现行这个体制下要如何处理？目前我们是有透过跟高检署的合作协议书。面对立委质疑，运安会甲检调伫事故现场，敢是变成竞争关系？杨宏志表示，双方已经伫10月进行会议，建立沟通平台，未来合作模式已经建立。另外，针对代替太鲁阁事故，上尾的报告进度，运安会表示，以往完整报告拢会伫1年左右完成。用1年的时间呢，把这个事故。为什么媒体又报道说会拖到5月，甚至拖到6月？我们是4月底。对。你如果已经公开宣布，就不能再延迟了。另外，也有立委质疑，运安会聘用人员平均薪水10万以上，是公务员署长等级的薪水。杨宏志回应，因为航空甲水路领域专业薪水本来就较悬，运安会员也编制93人，也一直无补满，是因为对调查人员的要求悬，无好的无爱。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特别放令途径内面的地动承受评估认定，希望会当成一寡老高危险的建筑物来做途径。修订了后的办法，若准是老建筑物地动承受评估无达到现有规范的1/3，会认定做危险建筑物，通好申请地方政府来拆，而且也有本地用值1.3倍奖励。伫台北南港的玉成公办途径案，已经116年完工。内政部最近也预告放宽途径内进认定办法，若做老旧建筑物内进无达到即卖规范的1/3，就当作是危险的建筑物，会当申请听候地方政府等待拆除，并予因原来用值1.3倍的用值鼓励。大家除了得到政府不管从容积奖励或租税奖励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出资，让这些事情能够更顺畅的往前推动，而不要再去强调一坪换一坪。原厝主是不是有机会伫途径案当中，实际提转来宽增顶悬的评数率？内政部处长花敬群强调，放宽规范无代表是一坪换一坪。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全国超过115万栋是较无落占楼的老旧建筑物。新办法实施了后，可能会大幅度提升湘北地区老旧公寓的重建案。不过，原来有民众也搁伫观察，将听候到详细方案出来再来考虑。要看他怎么样的规划，人家才会有这个心。
那我原来3个房间变2个房间，本来就住的可能就已经在都市就是很挤了，那现在变成根本住不下，那哪里可能去同意这个都更的问题？过去法规必须都要有一定比例的住户同意，政府才会当代替拆除危险建筑物。放宽了后的办法，危险建筑物评估值若是比0.35较细，政府会当直接介入拆除，希望会当加速都市危险建筑的更新。内政部会等待行政院确定了后，再来发布施行。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伊朗伫昨发生2届大地震，一届是规模6.4，一届是规模6.3，这2届地震之间是差90秒。目前知影讲，目前已经有1个人死亡。3台大货车山路驶过一半，突然间发生地震，全部拢停来，规台大货车摇来撼去。国营电视台新闻报道讲，有一个查甫人看到山坡顶的石头规个崩来，这是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先发生规模6.4的地震，真侪民众赶紧走到出发伫咧大路顶等。过90秒，又搁发生第2件规模6.3的地震。伊朗地震学中心讲，2件地震深度15公里，震央伫咧伊朗店普斯湾上大戈姆西度。بعد یه دفعه دیدیم که خب ساختمون داره میلرزه خیلی شدید. اولش گفتیم زود تموم میشه اینا، بعد دیدیم که نه واقعا خیلی ادامه دار شد و 30 ثانیه‌ای طول کشید. 阿巴斯港几落栋建筑物的壁有壁损，好加在无结构性的损害。目前已经知影有一位22岁民众被倒来电火条啊地死。阿巴斯港北部地区因为电火条啊倒去失电，当局已经派搜救队，并且评估地震相关的损害。普斯湾另外一边的杜拜有民众讲感受到震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家气象中心伫咧推特讲，北部加东部地区拢有感觉，不过无受到任何影响。伊朗地震真多，1990年北部发生规模7.4的地震，4万人死亡。公司新闻吴玲编译。伫咧英国的利物浦有一间妇幼病院发生汽车爆炸案，1个人死亡，3个人去互警方依照着反恐法监掠起来。警方伫利物浦妇幼病院发生汽车爆炸区油封锁线，当地时间14早起11点左右，一台计程车停伫病院外口无偌久就爆炸，车顶男性乘客当场死亡，男性驾驶逃过一劫，送医无要紧。The operational crews extinguished the fire rapidly. There was unfortunately one fatality. An other individual has left the vehicle prior to the fire developing to the extent that it did.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爆炸案了后2点钟，警察甲谈判专家都伫离个病院1.2公里外的塞夫顿公园附近，已经部署炸弹处理小组甲消防车，突击洛特兰大道一栋厝。警方在伫附近的坡勒街发动第2波攻击。即个看到有人靠手铐抓出来，3个分别是29岁、26岁甲21岁的查甫人，依照反恐怖法被逮捕。警方表示，这种情形无接快，不过未来几天附近车路会加强警力。We are keeping an open mind as to what caused the explosion, but given how it has happened and out of caution, counter-terrorism police are leading the investigation, supported by Merseyside Police. 利物浦妇幼病院当年收治5万个病患，是欧洲上界大的专职病院。案发当时，有一个产妇才生完，听到爆炸声，非常的惊吓。院方目前限制探病，观察未来48点钟内患者的身心状况，也协助有需要的患者转院。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的家族企业甲离白宫无讲界远的华府 Trump 国际饭店卖掉，目前已经达成协议啊。根据着路透社的报道，讲是迈阿密的 CGI 商业集团用美金3.75亿，大约是新台币104亿的计数，甲饭店的经营权买落来。未来这饭店的名称也会做一个修改。新冠疫情影响饭店业真大，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资产也受到打击。虽然川普表示饭店伫伊总统任内退赚1.5亿美金，不过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顶个月所发布的文件显示，实际上损失7000万美金。也因为安尼，川普早就有意要卖伫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饭店。This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 buildings of Washington, one of the great buildings in the country, and it's been restored to the highest level, well beyond from when it was built, and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I think when it's completed, it will be truly one of the great hotels of the world.
路透社报道，根据消息人士表示，迈阿密的 CGI 商业集团以3.75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104亿的价值，买这个饭店的经营权。成交了后 ，CGI 集团打算换掉川普的名，并且已经甲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达成协议，由希尔顿所属的华尔道夫酒店来管理这间饭店。管理联邦建筑甲土地的联邦总务局，伫2012年将具邮政大楼的租约租予川普。经过装潢，华府川普国际饭店2016年开张，上任总统了后，川普为伊的公司辞职，暗过将伊的资产转予伊的后生信托经营，可以会当为酒店甲其他业务中得到利润。不过，这个交易也需要经过总务局的批准。公司新闻田维仁编译。桃园的冰店无火车头，民众若准备坐火车，拢爱去到中立坐。桃园的铁路地下化工程未来会伫冰店设一个站，目前先用临时站来代替，安算4年半过后就会当通车。桃园铁路地下化升级工程代替冰店临时站15早起开工动土典礼，交通部长王国材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共同出席见证，继续顺利完工通车。冰店站完成了后，冰店居民就免到1.82公里外的中立火车站去坐车，大约1点钟就会到台北。这个也当作我们桃园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先期的工程，因为它的也是做一部分我们永久站的连续壁哈，所以我们是觉得这是整个桃园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开端。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桃园铁路地下化关系桃园城市转型，展长18公里，为新北市的凤鸣站甲桃园的冰店站。第一阶段工程是予新北和平站甲桃园冰店站以临时站的方式先设置，大约4年半了后就会当通车。这一次我们是采取不增加拆迁，以及不延长地下化的工期，那能够在原来的永久站的隔壁，新复一街来设置临时站。郑文灿表示，铁路地下化桃园拢总会设置4个新站，包括中路站、桃园便宜站、中原大学站、甲冰店站。沿途拆掉8个高架桥、8个地下道、甲20个边高道，和桃园有多次天合的效果。佮加上原来6个旧站，未来桃园会有10个车站，将会成做北台湾上好的通勤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的鹿野有生产红乌龙茶，有400多公斤的茶园，目前正咧采收东亚茶。不过顶个月风台过后，这个鸭茶园的鹿野水圳入水口，却去互沙石仔塌掉咧。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表示，讲要开2个月时间，才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茶园接声就要打冷气啊，农民是希望赶紧政府来处理。鹿野乡龙田村的农民买阴田根本就无水，当地结果的木瓜叶啊已经黄去啊。村内400多公顷的茶园也伫生产东亚茶，嘛无水通用，规排茶树慢慢拢冷去，树仔栽嘛种袂起来。茶农讲，若当地生产有问题，明年的村仔茶可能也面临减产还是停产。不管是茶往来，还是金蕉、石茄，无这个水是完全拢无法度。村长讲，顶个月圆规风台过了后，龙田村阴田用的鹿野大圳，拄到真侪土石规个灌入去这条中美合作所挖400公尺长的水隧道，土石差不多规个拢甲塌满去，造成龙田村无水通用。延平乡武陵村原来受到影响，目前已经启动紧急抽水，不过敢若有够武陵村使用。现在要想办法来清啊！我看我们农田水利署看你能不能派专家来看一下。会打算在上游那里隧道旁边开个洞，再发包工程把它请人进去清理那样。农水署台东管理处预估要2个月才有法度清理完，不过龙田村300多户农民讲要搁等2个月，今年甲明年农作物就会欠收，农民会无收入。龙田村长呼吁政府调派国军也是外役干的收容人来到三江清除，帮助农民解决生活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的那内，逐年拢会举办木瓜偏柑比赛。今年8月10日落大雨，这木瓜产量只剩1/3。即摆计数是变甲真好价。农会也表示讲，今年木瓜甜度拢真悬，民众会当参考看卖。
一箱一箱木瓜排排开，评鉴人员来回试食。这是婚林馆拿来乡所举办的红透台湾木瓜评鉴比赛。外观它不能有一些擦压伤啦、风疤啦，或者说有一些病虫害，现在有一些粉介壳虫啦，可能会造成它表面一些脏污啦、霉烟病。工作人员协助我们去做这个糖度的一个测定，基本上大概都有11度以上的那最高我看到有达到15度的。为着要提升在地木瓜的品质，拿来农会评鉴标准是真严格。除了外观爱清气无靠伤，佮爱评鉴人员实际试食测糖度。不过因为8月时啊落伤济雨，地区今年的产量敢若剩1/3。剩1/3啊，事实上是减了很多，没有错。其实规台湾的木瓜拢要是有去拍卖市场，但是咱即马就是这17年来无风台的情形之下，今年我拄到上好的绩效上好的情形，鼓励农民莫干那注重产量。因为木瓜受损害，产量大减少。今年的木瓜是真好价。农会表示会继续鼓励农民提升作物的品质，也有开发加工品甲相关的料理，拓展销路也提升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婚林的黄金碧宝生态馆是全台湾唯一碧宝小盖馆，目的就是要为着保护一种黄金碧宝，已经到达有20多年了。最近生态馆阁邀请艺术家设计8种野宝的布红仔，要互民众来认捌碧宝，宣导保育概念。20几年前，黄金野宝生态馆的创办人伫婚林水南乡的树顶，发现亲像猪仔囝的黄金野宝，才开始催生这个馆的成立。官方也表示讲，最近因为武汉肺炎，众人对野宝有误解，所以专工办一个展览，小解一寡金的特征的野宝种类，让民众理解保育的重要。这个就是台湾叶鼻虎，是吃虫类最大只的。我们就是来保育这些黄金点子的。只剩一只，然后又不是每一只都会生。官方也请手工填布红仔的艺术家，做出8款无同品种的野宝红仔，来了解野宝的生活方式。古锥的野宝悬悬挂伫展区，不时叮当一个，好亲像真正咧飞。有8种蝙蝠，可是有不同的形态，像每一种蝙蝠都至少有一只是飞行版本的。可是像是在洞穴那边，他们的停法通常都是从那个洞穴的顶端这样子垂掉下来的，所以它的脚是会拉得直直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像趴在叶子上，它的脚可能会比较缩一点。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有点介于中间的。官方也有办活动，让民众动手做古锥的野宝红仔，让众人对野宝愈来愈感觉亲切，袂阁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伫这个南投草屯的南部社区，特别设计课程，予社区的阿公阿嬷斗阵跳舞学人狮，唔那互老大人会当活动筋骨，佮展现社区正特别的人狮文化。阿公阿嬷对音乐人狮头实在介闹热，就连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也拢坐咧拍拼人，共款展现因的精神佮活力。即摆人落去吼。就是算全身拢有运动着就对啦，啊，搁再音乐足轻快，啊，咱来到这的时候，买对安尼心情较好安尼就对。以前那是较传统的人狮，就是人家庙会的那种人狮。那跟这种比起来，你觉得差在哪里？这个比较简单啦，因为年纪大了嘛。啊，老师讲啊，教比较简单的就好，不然脚步对袂到。南投草屯南部社区常常举办课程，不管是做鸡卵糕、试手啊，还是学英语，时代拢会当来关怀据点，互相交流。这回特别甲人狮和跳舞结合，唔那甲时代做狮头，佮教因人狮，看一寡老大人跳甲遮顶真，就知影因拢感觉真欢喜。我也觉得他们的运动量也是够的，因为手臂的出力上肢，脚也顺便动一动。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这个人狮课程唔但互社区的时代会当活动筋骨，做伙学习交朋友，佮会当传承传统文化，变做社区的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气候峰会伫顶礼拜六英国遐被捕咯，确定2050年就要净零排放。这寡方向绿色和平加青年代表早起到凯道，也呼吁蔡政府就要针对着减碳有详细规划，包含碳定价要对1吨300块开始征收。不过环保署也回应讲，这碳定价是需要去计算合理的价效，唔是用化价就会当决定的。伫凯道头前踩大型的扛棒，顶头写着2050净零排放，甲排碳爱收费的碳定价诉求。绿色和平成员甲青年代表表示，台湾一定对着世界趋势，画出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但免怎落实，必须付出行动。其中之一的方法就是碳定价，呼吁为1吨300块开始。不要再让污染成本由人民承担，企业用电大户该负起责任，做出改善，不该只是纸上谈兵而无所作为。绿色和平批评欠缺明确的减碳路线，无定出碳定价，和所谓目标定会变成口号。对比全球现在的进度，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对于气候治理所做出来的贡献，其实还是远远不及目前全球的进度。绿色和平一直提出碳定价要为1吨300块来起跳，但环保署强调，这不是用化价的方式来制定的。它并不是说收费收得高就叫做有效 ，GDP 还有这个人均消费，其实这个都必须要放进来，那去做整体的经济冲击评估，所以它碳价不能用含的。针对绿色和平批评环保署较大，无针对温室气体减量和管理法修正草案，甲民众直接面对面沟通，一期是免怎成功来修法的。环保署是回应，目前有关伫草案有个收集意见的期间，等汇整一定数量的意见，就来举行研商会。记者们王庆忠台北报道。台大伫今仔日举行93周年的校庆，校长管中敏表示，学校拍拼的方向爱推动未来大学甲永续发展。另外，也发出台大的碳中和目标，是爱伫咧2028年达成碳中和50%，2048年达成碳中和。另外，校庆的部分也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予文学家毕先勇和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表扬因对社会贡献。对台大校长管中敏的手内接过证书，文学家毕先勇伫咧读台大的时阵，甲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长期致力伫咧文学创作、复兴昆曲，成绩真好，一办台大名誉博士学位。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也想效法五四运动，要替台湾文学创出一条新的道路来。现在回想起来，我现代文学。是一本穷的不能再穷的杂志，那时候办得非常起劲。这个唔知影天悬地高的少年人，伫经过几60年了，留下真侪经典的作品。亲像毕先勇同款，迄班名誉博士学位的，也有伫咧半导体 IC 产业成绩真好的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白米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电晶体满足人类的精神所需。对我。就好像是走过的路，一点一滴连接的一种结果的呈现。自己选择并勇敢走过的路，最踏实。永续发展如今已成为全球的核心价值。2028年达成碳中和50%，2048年达成全面碳中和。未来大学与永续发展都关乎台大的未来，也是我们为100岁校庆所做的准备。台湾大学办创校93年校庆，会中颁奖名誉博士加技术校校长奖项以外，校长管中敏也讲，所落来目标是要朝向实践未来大学推动永续发展，也个创校100年的筹备等方向努力，希望做好大学转型加校园的永续，展望更加好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伫去年全台湾去予医生看的人数减少。不过，根据着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去年去予医生看超过90届的病人，就3万多人。这医疗费用支出大约是39亿，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甚至有一个民众去年就去予医生看839届。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数民众小白无去大病院就医。也毋过健保署上新统计发现，有一位50多岁男性，去年拢总就医839摆，平均逐工至少走2大病院，用健保医疗费用54.8万，是去年高诊处就医王。他是因为脚部受伤。然后接下来他去医院就医，然后可能持续的一直觉得哪边不舒服，所以他会今天看了，明天又去看，甚至会在其他的诊所或小型医院再去看一遍。健保署表示，去年109年申报就医总件数是3.4亿件，总金额是7800亿点。比前一年件数减少3000万件，不过就医超过90摆的高诊处患者有3.3万人，医疗费用支出大约39亿，是创我3年来的新高。看病的科别以家医科、内科、耳鼻喉科上侪。尤其当健保系统弹出警示视窗的时候，不同的医师是否真的能够适时的给予关怀并提供转介？门诊的就医应该还是要尽早去推动使用者付费原则，就是多看多付，少看少付。医界团体呼吁健保署应该分析改善就医状况，袂当将责任拢撒给民众。即卖的家庭医师制度要落实，会当提供整合性的照护甲转介。健保署也强调，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各位106年起，鼓励大病院开设整合门诊，降低民众就医的次数。记者综合报道。有研究发现，讲食物油用高温制造出来了后，会产生二单二丙二醇酯等等会伤害人体成分。成大特步研究中心收集市面上280种的食品，加28项的调味料，发现有6大类高风险食品，其中市面上的樟树油内面的缩水甘油酯含量超过欧盟规定的6倍以上。另外，糖仔饼仔婴仔的牛奶粉的含量也真高，对人体的健康确实有影响。植物油经过高温炼制了后，会产生3大类致癌物质，包括2单氯丙二醇酯、3单氯丙二醇酯，也加缩水甘油酯。其中缩水甘油酯加入去了后，会水解做毒性较悬的缩水甘油，已经互国际癌症研究所列做是咱人真有可能的致癌物质。成大动物研究中心最近接受科技部的委托，进行一项大规模食品调查研究。这3大有害物质含量上悬，前3类的食品依照顺序是油、糖仔饼仔，也甲复合食品。这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啦，油炸、高温烘焙的食品，还有油脂比较高的食品，尽量少吃。成大动物研究中心开2年时间，收集市面上所卖12大类280项食品加28项调味品，包括着油、婴幼儿食品，经过烘焙再制的全国杂粮、大豆仁、糖仔饼仔，也甲复合食品，亲像讲水饺、泡面，也甲汉堡，是属有含有3大致癌物质、6大类高风险食品。另外，研究发现，0岁至3岁食品的牛奶粉也有加添袂少油，含有3项有害物质真悬。其中3单氯丙二醇酯，婴幼儿吸收量差不多是欧盟规定的8倍。60公斤的成年人，他一天他最多就只能摄取4.8微克，换算成奶粉的话，就是等于一天吃超过100克的奶粉。其实这样子就已经超标了。另外，油品内底以棕榈油含量上悬。缩水甘油酯含量超过欧盟规定的6倍以上，3单氯丙二醇酯超过欧盟的2倍以上。过来是鲜米油、玉米芽油，也加人造粘油，做饼类常常用的酥油含量也真悬。动物专家表示，换算无同年龄，民众食这3类有害物质吸收量，发现拢超过欧盟规定的剂量。年纪愈细，吸收量愈侪，建议中央应该比较塑化剂，定出企业监测的指引，互厂商做食品的时阵有一个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东北季风有减较足，只是温度有小可回升。不过早暗的时阵天气会较凉冷。台湾各地积极着偏乌、金门、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地区甲大台北的山区会落地阵雨。下半部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是对21度到24度。
1.9分林是对22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3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是对18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